起嘛，你唱什么狗屁东西这是啊？如何不愿意去唱这个？这位同志，如果你不喜欢我的音乐呢，你可以走。让我走？他妈算什么东西啊？我别问我！不要打架！今天晚上全算我的，请客啊！他妈的，太他妈过分了啊！来，没事吧，姐？我没事啊，你呢？我能有什么事儿？没事。醉汉他就是一醉汉，懂什么叫艺术？哎，尔飞，我刚刚就看你在下面了。啊，我也看到你了。我今天在这里过生日，咱能喝2杯。是吧？我看你在上面唱歌，我就欣赏一下，唱的不错。谢谢。陈思，你这首歌要火。是吗？好吧。那你还继续唱吗？不唱了，都没心思唱了。我去找大龙，你们玩一会儿吧。好好的。别再乱唱，你那个原创，小心被打。唱，迟早。K 什么 K 啊？我看这样吧，你们也别在那边一个人坐着。我也不放心你们俩在那边，还是跟我一块儿走啊！介绍几个朋友你们认识。走吧。这位是我的大学同学叶55，也是咱们公司新来的心理咨询师。这位是琪琪啊，对，是他的助手。尔飞，好样的啊！知道说我是助手而不是闺蜜哈。带你过来的。你好。喂，你怎么才来啊？悠悠呢？悠悠有事儿，来不了，所以我就来了。你好，我是叶55跟尔飞的大学同学，初次见面，请多关照。你好。你好。坐吧。来，各位，不喝不美丽。过生日嘛，这么混乱的地方，我当然不适应了，完全不适应啊！这个同学是来咱们的还是人物？管子这不正常，不是不正常，这不是你走标准。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好朋友琪琪。啊，你好，你好。这是我的大学同学周悠。哎，聊什么呢？没什么。周易，要不咱们叫点喝的吧？好。喝什么呢？随便。那就水。水。啊，老板。Hello。喝点什么呀？酒。不是喝水吗？我喝酒。啊，你喝酒，他喝酒，他们两个喝水。一行希望自己过一种崇高贞洁的生活，他不仅希望自己如此，也希望整个世界也是这样的。酒吧这种场合，对于一行来说是很难接受的。来，祝尔飞生日快乐 ！Happy birthday！ 干掉！别急，游戏才刚刚开始。那你让小姐完了，新婚的挺好啊，羡慕，太羡慕了。这可不行，
叶子再让尔妃这么看下去，只有2种结果：第一，被看动心，和尔妃重归于好；第二，他直接吐了，我得救他。玩游戏吗？玩游戏啊！玩游戏！好，咱们俩玩游戏，玩游戏。玩游戏啊！你说玩什么？玩什么呀？想个贱一点。我看你长得最贱了。贱吗？贱吗？玩什么？玩纸条啊？不会吧？示范一下。哎，太大了。这还大？不用练你练你会呕半盘血呀。来，这样。他脑袋明显的。这样的，我传纸条，就和他传过去就好。来。你们玩呗。看啥？看啥？金子弄湿了。没事儿。天哪，开什么玩笑啊！这是什么游戏呀？太混乱了吧！原本就觉得酒吧里的游戏可能会很混乱，可是这个混乱程度完完全全超出我的预期呀！你们平时都用这么不检点的方式娱乐吗？男女授受不亲呐，亲们！你们有些人还是刚认识吧？这种游戏完完全全就是为了满足性刺激和性传染疾病而存在的呀！哎，这位姑娘，你的嘴唇已经快碰到了那位初识异性的嘴了呀！冷静，冷静，这都和我无关，不能表现出来，千万不能表现出来，不能坏了大家的兴致啊！但这兴致也太恶趣味了吧！好厉害，好厉害啊！主任。该你了，可以删。主任该你了。主任啊。输了，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快喝，快喝，霸气点。干杯，干杯！换一个，咽下去。换一个。真心话大冒险。OK， 我最喜欢了，我选大冒险。你选大冒险，15、20。好。连赢2把算赢，连输2把算输。OK。听我的，不行。好的。听好啊，1、2、3，没有。行。你说吧。周易，听周易下不是，在他的成衣的身上留下一个成衣，现在立刻马上上。我告诉你，好愁的。亲一个，哎，所以人女孩子上来就不要再吐了，让女孩子脸往哪里搁呀？亲一个，去。姐，陈思，我弟弟有事儿，那我先走了，你们慢慢来。啊，对，我要走，你要在一起。再见。不是我，陈思，你不是有事儿吗？你过来，你过来。喝酒啊，你们喝酒啊。哎呦，怎么了，姐？我实在受不了了，你帮个忙呗，听懂吗？啊，你进去陪陪琪琪啊。那我就先走了啊。走了。别看了，对我姐还念念不忘的。怎么能忘了？好了，过来喝2杯。我去拿酒。
你知道吗？沉重的轻浮，严肃的狂妄，整齐的混乱，牵住的羽毛，光明的烟雾，寒冷的火焰，憔悴的健康，永远觉醒的睡眠，否定的存在，这所有的一切都是爱呀，你知道吗你？我说你怎么对我姐怎么这么痴情啊？当然啦，已经2年了，没有一天我梦到她。情种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是欣赏你这种为爱不顾一切的精神。情什么种啊？连自己心爱的女人都留不住，这是孬种。我告诉你，我姐的性格我了解。她说是需要自我空间，但是在我看来，她就是不敢爱。是吗？嗯。可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啊。我只知道全心全意的去爱她，爱到现在只剩下的就是忘不了。尔飞，你想想看，你长得又帅，又会讨女人开心，又痴情，又会变魔术，又体贴。唉，我的爱人要像你这样，那该多好。哎，陈先生，你自重啊！我们俩都是男人啊。我知道，想什么呢？哦，哎，不是，我觉得很纳闷，你怎么突然开始玩音乐了？那只是我的爱好，纯粹的瞎玩。画画才是我唯一的追求。哦，不过艺术这个东西我不太懂，但我还是挺佩服你的，能一直坚持自己的理想。唉，理想都快变成我的新娘了。为了爱情，我愿意选择孤独、寂寞，选择了我。寂寞犹如黑夜，甜蜜如糖，纯如香，又像玫瑰那样。别说了，打住，又当诗人了，别当诗人。你知道吗？如果我可以孤独地活着一辈子，我宁愿这样活着。我要像梵高一样，永远地活在艺术的生活里。那我也希望你像梵高要有他举枪饮弹自尽的勇气。那也比为了生存而活着好。祝贺你早日饮弹。